轉完山嘅第二日，急不及待咁樣要搭車離開塔千，因為呢度嘅住宿普遍都係又貴，環境又差。仲好記得呢度交通安排指引非常清晰，我要行1公里去到呢間超市揾聯絡電話。拜拜啦，江仁波齊，多謝你對我嘅仁慈同埋接納。我哋由塔千出發去思泉河，大巴時間大約3個半鐘。思泉河係阿里嘅首府，亦都係我國嘅邊境重鎮。藏語意思為心隔藏布，藏布即係河流，心隔即係獅子個口，所以叫思泉河。話咁快就到達思泉河，經歷過20個鐘嘅大巴，3個半鐘簡直濕濕碎。到達今日酒店，經歷咗3日比較差嘅住宿環境，今日想住好少少。你睇下呢度係塔千1半嘅價錢，但係質素好1倍，今晚有價好瞓咯。今朝起身研究地圖，發現思泉河係位處於尼泊爾、印度同埋巴基斯坦3個首都嘅中間。呢3個首都我都去過，原來佢哋同思泉河嘅直線距離只係差唔多500公里，反而距離拉薩要1600公里。第二日有一個地方必須要去，就係思泉河體育場啦。點解要嚟呢度呢？因為阿里旅遊及文化局會頒發勇士證書俾嚟到阿里地區嘅遊客，而我都過嚟登記領取。無阿里不西藏，嚟到勇士證書領取辦公室。證書竟然要我自己寫名，我啲字勁核突。吸埋個簽名人黎成，打個卡先，然後過咗體育場參觀一下，望住呢個俾山包圍嘅體育場，我覺得呢個係我見過最特別嘅體育場之一。而呢座山有個好靚個名叫燕尾峰。然後過對面馬路去阿里博物館參觀，唔係呢座，呢棟建築物先啱。呢個博物館係免費嘅，幾值得過嚟參觀。比較特別嘅就係呢個展館，佢會由地理同埋地質學去介紹阿里嘅起源同埋發展。呢幅地圖顯示到阿里地區係喺岡蒂斯山脈同埋喜馬拉雅山脈之間。另一個特別推介就係介紹古格王朝嘅展館。古格王國係以前西藏一個好重要但神秘嘅失落王朝，佢嘅遺跡其實係思泉河附近，不過我唔係自駕遊，所以交通過去比較麻煩。雖然去唔到現場，不過呢個展覽亦都可以令到我了解更加多呢個神秘嘅王朝。最後體育場有個大地圖，清楚顯示到雲南、西藏、新疆嘅路線圖，亦都可以令到我為今次嘅旅程做一個少少嘅回顧。我哋由昆明出發，經大理、麗江、香格里拉，入宇賓村睇梅里雪山，然後逗留德千呢個即將消失嘅縣城，然後入芒康、柏宿，再經波密去墨脱深度遊，然後喺林芝搭火車去拉薩，先經過庫拉干日瀑布，然後病咗好幾日，終於喺日喀則搭長途大巴去到塔千，轉山岡仁波齊，轉完嚟到思泉河。